開始。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新產品，呢個係 AI 打印機，呢個係做到全球最大屏幕嘅3.5寸屏幕，然之後可以觸屏嘅哦，大家可以睇下。呢度有個菜單，有個簡筆畫，仲有個掃描，仲有個卡通畫。只要你點中邊個就係邊個，然之後你就可以同佢講嘢。佢可以識別56個國家嘅語言，又可以識別普通話、粵語啊。呢個唯一一隻係唔使下載 APP 嘅。呢一個嘅話可以支持全球語言，到國外啊，到邊度都可以用嘅。係，我依家示範一個俾大家睇下呵。幫我打印一個恐龍。佢即刻講完之後，佢就可以幫你打印出嚟嘅。你講得出，佢就打得出。呢個係依家係目前最新款嘅一隻 AI 打印機。你睇下，我話打印一個恐龍，佢就幫你打印出嚟就非常之快嘅，5秒識別就即刻可以打印出嚟嘅。有3個顏色，依家係做到係唔使下載 APP， 即刻連接手機嘅熱點或者WiFi 就得㗎啦。適合嗰啲2歲到18歲嘅細路仔全部都可以用嘅，呢個非常之方便嘅，大家可以睇下，有需要過嚟買啊！